今仔日我有讲绘本的故事，虽然讲嘛开诚侪时间伫咧准备，毋过嘛是就是讲开第一头先就是翻译甲伤幼啊，变后壁拢袂赴饲，而且就是讲较无实，背后拢变成讲听迄母语老师伊有甲我教嘛就听伊讲，安尼有一寡印象，就安尼甲伊就是讲过程的时阵是较客，搁有一寡连音变调发音拢无做正，嘛会常常搁袂记，就是无练过。毋过呢，对我来讲，就是讲，我有尽力啦，尽力啦，而且嘛加在讲，即几工虽然阮翁是有四头摕转来厝，叫我斗相共，若讲伫厝是拢无法度去处理，毋过加在伫公司的时阵呢，拢有去开真侪时间，嘛找着足侪资料，知影讲其实这就是爱累积，毋是讲诚简单。第一届我讲啥物像食着头食我的菜头粿的故事啊，迄嘛真正开足侪时间，而且就是讲有一直听，重复听，所以讲有可能进前表现颠倒比即马搁较好。毋过这就是讲我伫练讲的过程啊，就是有学着诚侪物件，表现出来有人会想讲足无完美的，毋过我知影讲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嘛知影家己的缺点，我嘛看诚开，就是讲这就是甲故事讲的，你讲做完美嘛是讲过，若讲虽然做客，毋过你着想办法，就是家己转过安尼，袂晓讲的想一寡办法，有可能有人会听无，毋过听无嘛是过，听足精彩嘛是过，就是讲这过程中间有学着物件无？我若知影讲家己是有去学着物件，安尼就诚好啊。翻译这物件翻译做台语，这其实真正是一门工课，是需要足侪累积的，毋是想的拢诚简单。对有一寡人来讲，足简单，像这母语甲我教的这个老师，伊就可能几分钟仔内底拢翻出来啊，伊阁会讲嘛讲甲诚好，因为台语足好的。毋过对我来讲，这嘛不要紧啊，就是我着袂甲人去比较，我是甲我家己去比较，我着会用即种角度来看。这着亲像讲我了解我的人生啊，我的人生其实有人会讲，啥物人较重视某物人啊，对你较对你的印象较无好啊，拢有。毋过咱若讲拢希望讲做完美的，无去甲重点放伫讲，这过程我有学着物件无？这着共款可惜。有人虽然人生看起来讲无趁大钱啊，无读上好的学校啊，毋过伊知影伊拢伫内底有成长，有捌诚侪代志，愈来愈有智慧。重点应该是伫遮。我嘛是
为即件代志，就是讲绘本伫卡本上 house 讲绘本，我伫准备，毋过讲出来有可能就是会沉重，讲啊无顺，嘛有人会批评。毋过我会当接受，而且嘛袂讲，足艰苦诶，讲阮怎会即摆表现佫分数遐低？我着想讲，若别人无嫌，佫会听，安尼就是有一个动力，互我好好准备。就亲像讲上大文班的课，就是讲爱交作业，所以着爱做拍拼去练习，嘛愈来愈熟。这物件台语拼音啊，台语的物件本来就是本地，就是定定爱练习，较会进步。若讲拢无去练习，爱进步就较无简单。我即摆嘛有豆豆去想，像即摆阮的公司就开始有人讲要死头路啊，有人会批评公司啊，有人讲要去换头路。即摆我听到即种话题，拢较无兴趣，感觉离我足遥远的。原因就是讲，我即摆重点着放伫讲，我即摆想要做的代志，我有较进步无？我一寡重点就是看我有甲我家己比，嘛袂讲逐工惊吓，惊讲公司是会愈来愈歹，我爱先落跑话无的，都袂去想这。我想讲，这公司袂歹啊，互我伫内底会使去佫会使去准备绘本的物件，就是看我爱的物件是啥物，袂讲对别人安尼紧张，我着对因紧张，较有家己的主张啊。变讲别人来讲即件代志，我着袂烦恼，讲有逐家拢讲要找头路啊，有人一定要死掉啊，未来会安怎？拢无爱去想。有人是会摕来烦恼，毋过我想讲，这烦恼其实，若是我会当会处理，当然诚好。毋过我嘛无法度去处理啊，不如着做我的养分，莫逐工想讲天要放落来啊，着一直换公司，换啥物，换来换去，结果其实拄着的代志拢共款，迄叫钱啊，其实拢足神的。每一个同事第一离开顶一间公司嘛是共款啊，想讲迄个公司无前途，就走来即摆公司，结果住几冬以后，佫发现讲这公司嘛无前途，佫走，佫走。虽然讲安尼走，可能薪水有增加。嘛，互人讲你的作品有较济。毋过即摆我就是相信讲，我第一地球我有去出一份力为着有一寡目标，安尼的人应该这心中的生命会保庇，毋免烦恼遐济。烦恼遐济，结果变讲这嘛毋敢，迄嘛毋敢，这嘛忧愁，迄嘛忧愁。我着换一个方式，就是做乐观的，相信讲，像我安尼，有热情的人，一定是有一个我做下大的所在，伫遐等我，袂甲我夭着啦。有甲这赛事的思想，着藏伫内底。即摆嘛是讲，今仔中昼去食饱饭，去外口食饭啊。这店员嘛是啊，阮若讲要用台语来练出这电话号码，伊就讲毋免安尼。一开始我嘛讲怎会安尼？毋过就是顶摆。
我互我家己的信念，就是讲，我甲即店员嘛是5分钟的缘分尔。我有需要为着伊的反应，第遐艰苦，也无第遐生气嘛？毋免呢，真正毋免。今仔Clubhouse 迄台语房啊，我足久无入去啊。伊就定定讲，拢会转华语来讲话，我就较无兴趣。毋过今仔就歹势，有人甲我 Q 去房间内底，我就入去。我想讲，其实因就真正对我较冷淡，有一个Jack哥，伊是内底的头人嘛，就讲大家拢有一个礼貌，拢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毋过就是条工我拢无。进前啊，我会讲哪会甲我摆脱啦？我这人，我会加减减会艰苦，嘛想讲哪会无甲我拍招呼，就甲我做一个稳型的人共款。伊才会安尼想。即摆想会讲这足好笑的咧，有礼貌，这搁安怎？因为我嘛是就这房间嘛袂一直开嘛，你有礼貌无礼貌嘛是，这时间足短，有可能2点钟以后就要关门啊。而且有礼貌无礼貌，你变讲你做诶代志爱服务诶愈来愈济啊。是讲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种互你感觉讲我是替人重视，伫这房间是甲别人无共款这是一个象征即种意义。毋过咧，这就是家己的信念，就是若我伫追求这，我就想讲这足重要的、足要紧的。若无拄仔好甲我恁，就甲我做甲我看做一个一个看袂着的人我就会开始艰苦。毋过若我的目标，我的聚焦无爱囥伫遮，我就囥伫讲，我即摆搁学偌济物件，有进步无？做者代志我嘛是有发现讲，有即种状况，就是大家用即种互你礼貌啊，还是讲甲你拍招呼啊，有对你做热情的即种方式，来去区分，有人是较晚近的对象，有的人就是行路人安尼。即摆对我的待遇，就是甲我当做生分人安尼。我嘛想讲，其实不要紧呢，因为我就知影讲家己想要啥物物件，希望讲我就用即种精神就开始去改变家己的人生，改变家己的世界。就是讲，这社会上啊，还是讲平常时都有人会对你的反应，毋是你想要爱的就可能对你较歹，还是讲甲你批评有诶无诶像讲迄个查某业务啊，伊就是看着我就安尼无想要甲我合作毋过咧，若是我今仔的目标毋是囥伫遮安尼其实对我来讲嘛袂有伤害，会有伤害是家己的心，迄粒心肝家己咧艰苦的若讲我换一个想法，换一个焦点，其实袂安怎呢？颠倒我会欢喜讲，我有足量的时间足量的会当进步我想要进步的代志我嘛袂逐工去想讲这以后趁有食无？其实这种想法就是足传统的，就是大家拢讲，学母语、学台语一定爱公务人员爱考有加分去大学还是各种
爱摕某伊的分数啊，安尼较有人要学啊。这就是变成讲，搁用传统的思想去想讲，这若无效，大家拢无兴趣。即摆咱的社会就是安尼。做啥物代志拢会想讲对未来有帮助无？若讲英文，大家就较有兴趣学。有一寡工课就是外国人伫台湾设厂、设公司。变讲你若会晓英文啊，你就会使用这头路。这薪水阁袂歹哦。就变讲，因为有即种元素，大家就会去拼命去学。毋是讲伊真正足爱英文，感觉英文足重要、足水的。毋是为着讲这薪水开出来足水，会当加一个选择。这种物件就是咱即马伫社会做实行的思想。我希望讲我会使莫用即种思想伫这江湖路上伫这社会、伫这地球会当换一个方式，就是相信我心内心的判断。我嘛无啥物判断，阮就是想要学一种感觉尔。我就去做，安尼豆豆仔做。虽然讲进步可能较慢，毋过嘛袂要紧。就是安尼。我想讲莫搁用遐传统的方式，做每一项代志拢是想讲会当趁着钱无，会当因为台语来趁着啥物物件无？拢用会当趁着无？较要投资，用投资的心去做。我想讲毋免安尼我就是有愈来愈进步。有啥物作用啊？有啥物好康的？迄拢莫去想。咱的人生做者买啥物物件嘛？想讲以后会起价无？买厝啊，做石头啊，这间公司未来有发展无？咱做者即种思想啊，我即摆会当去改变。用一种我就想要安尼做，就想要学台语，甲台语学较好咧。毋免阁去想别项啊。就是相信家己当初是迄种冲动。进前我写小说嘛是啊，我其实写小说就是家己想要写，家己有一个灵感，想要家己写落去。毋过我嘛受着这思想的影响，就是讲对我来讲，即种写遐辛苦，结果有啥物结果无？有啥物成绩无？有啥物看会到的？互我欢喜啊！互我有名对我带来啥物好处？就是因为有即种想法伫内底，造成我的痛苦。所以讲迄有一个外星人伊有讲，巴夏伊有讲，你著去做。毋过莫一直去期待有啥物结果。其实就是即种原因因为咱人头壳去想的拢有限，拢是即种一种两种啊，逐个拢想会到的。毋过有一种智慧，有一种未来，其实即马是毋知影。毋过我若相信讲，这是未来家己，这是心内中的即个神，互我的灵感，叫我安尼做的。毋过若要甲我讲为虾米，可能讲甲我爸喙手会拍甲。我即马头壳内底的思想，就甲一般人共款啊，讲会趁着钱无？会有名无？会因为台语学真好，找着工课无？拢共款的思想。我若讲变讲，我若用即种传统的方式，拢是爱看着有啥物好康的，我较去做。相信我就袂去学台语啊！真侪人无去学，
坐坐就是讲去学台语要安怎讲，就是为着讲，若做业务啊，还是安怎，甲人沟通啊，甲人沟通，有可能讲安尼较有亲切感。毋过因着袂半工，搁去学啥物台文啊，因为台文就是少数啦，写台文实在是大多数社会上诶人拢看无吼。即就是我诶想法，就是讲毋免讲家己诶即个 focus 拢放伫啥物人对我印象安怎啊？即种缘分足浅诶代志吼，就变讲为着生分人伫遐伤心，为着讲有一寡就是讲有一寡足底像 Clubhouse 诶房间内底，啥物人伫即2点钟内受到大家重视。还是安怎？就是为着这短无就短这几年，讲这公司啊，这2年内会趁钱，无就是会有加薪水啊，无会讲互我做主管啊，拢按算，拢是足短时间来去看。毋过呢，咱若是想讲，咱毋单是这一生，咱阁有后世人。我即摆做诶代志，嘛有可能是为着后世人，为着互我即个灵魂，成长，阁有智慧，所以我即摆做诶代志，其实是，为着100年以后嘛有可能啊。别人讲看袂着诶，就毋免去拍拼。这就是用家己诶头壳去想任何代志，安尼，就足可惜。爱相信家己讲，我即摆做诶代志是有意义。毋过这意义是一般人目前眼前阁看袂着、找袂着，嘛解说袂清楚诶所在。